苗圃八福第3課，笑口常開，踢走憂慮恐懼，喜樂平安。第6天，路加福音8章50節，耶穌聽見，就對他說：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兒就必得救。路加福音8章50節，耶穌聽見，就對他說：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兒就必得救。親愛的主耶穌，你知道我內心的重擔，對前景擔憂，經濟的困難，還有健康和感情的需要，我都仰望你，交託給你。我要支取你話語的能力，不要逃避，也不害怕。我全然相信你，你必幫助我大大得勝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不害怕，我要信靠我的主耶穌，必定來幫助我，我必得着幫助。阿們。